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集嘅酒店開箱片會同大家介紹位於河口湖嘅富士湖酒店。酒店喺河口湖隔離，有提供酒店嘅 shuttle bus 來往河口湖車站，每30分鐘一班，車程大約5分鐘。大家亦都可以喺河口湖站搭紅線周遊巴士，又或者行大約15分鐘去到酒店。喺河口湖站上 shuttle bus 嘅時候，司機攞住份住客名單點名，去到酒店門口，職員已經知道我哋嘅名 ，passport 都唔使拎出嚟，就已經填好晒我哋嘅資料，幫我哋搞 check in。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仲未有房，所以我哋玩完夜晚返嚟再攞房。攞完房之後，酒店職員帶我哋去前少少嘅位置攞即棄嘅梳洗用品，例如牙膏、牙刷、浴帽同埋鬚刨，仲同我哋介紹酒店同埋房間嘅設施。咁依家等我同大家嚟個 room tour 啦。我哋住嘅係湖景和洋室客房，房間大約400尺。一入門口，右邊係浴室，左邊係廁所。喺玄關嘅位置除鞋，鞋架入邊有2對拖鞋可以着。靠近浴室嗰邊嘅櫃，面頭有熱水壺同埋茶包，下邊係杯同埋雪櫃。浴室有浴缸同埋洗手盆，浴缸上邊放咗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沐浴露。廁所有馬桶、洗手盆同埋廁所專用嘅拖鞋。行入啲成排都係窗，可以望到河口湖。職員提醒我哋夜晚唔好開窗，因為出邊有好多蚊。近窗邊嘅台有叉電嘅位置、鏡、薰衣草香包同埋消毒濕紙巾。客廳有張台、電視機、夾萬同埋衣櫃。我哋5月尾去住，2個人包早餐1晚大約港幣2500蚊。酒店分為東館同埋西館，最底嗰層係大浴場。一入酒店就係2樓，有 lobby 同埋手信店。lobby 行前少少有個位置可以俾大家坐低，有得飲免費嘅咖啡同埋茶，同埋擺咗河口湖嘅旅遊單張。建議大家攞張周遊巴士嘅路線圖，咁搭巴士玩嘅時候就會更方便啦。同一層仲有門可以出到去出面嘅花園。自助早餐嘅餐廳喺東館嘅7樓，西館嘅天台有個細細地嘅觀景台，可以望到富士山。自助早餐嘅用餐時間係朝早7點鐘去到9點半。餐廳一邊係對住富士山，另一邊係對住河口湖。我哋一齊睇下有咩食先。日式嘢食方面有幾款前菜，例如春雨沙律、加咗鹽同埋牛油嘅甜番薯，同埋胡麻菠菜、凍豆腐、納豆同埋醃菜。蒸野菜有番薯、紅蘿蔔、蓮藕同埋薯仔。冷烏冬隔離放咗湯汁，不過多數都唔係素食，所以我就加咗幾片酸蘿蔔一齊食。西式嘢食方面就有沙律吧、麵包區、甜品同埋早餐穀物。我覺得比較特別嘅係有部雪糕機可以自己整雪糕。先喺雪櫃拎一盒雪糕出嚟，當日全部都係雲呢拿味。撕開底部嘅貼紙之後，放入雪糕機入邊撳開始，跟住喺隔離拎個碗仔接住雪糕。完成之後拎個盒出嚟抌落垃圾桶就可以。酒店喺遊覽船同埋纜車站附近，行大約5分鐘就會到。大家亦都可以喺門口搭紅線周遊巴士去區內其他景點，例如大石公園同埋音樂森林美術館。總括嚟講，呢間酒店嘅環境都幾大，房間夠晒闊，可以望住個富士山食早餐，又近旅遊景點。今集嘅酒店開箱片就嚟到呢度。
我哋下條開箱片再見，拜拜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